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查理讲台语。其实画图这件代志，亲像佚佗同款，啥物拢会使耍。我使用的有蜡笔、彩色鉛笔、墨汁、亚克力色料来画。我真介意蜡笔的材质，伊予我有一种含慢佮温暖的感觉。小可用彩色鉛笔撕个较幼的线条，佮甲背景画好，完成。这张我是用洗碗巾顶悬的挂来挡伊仔，印出来的效果真趣味。甲挂换另外一个角度，表现叶仔弯弯翘翘的形。背景我用白色的亚克力做底，伊会有一种水泥壁的效果哦。远远看粗粗，但是若是近看，会看到足侪无同款的线条。今日做较侪无同款的试验，你嘛会使做伙耍哦。